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4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阿根廷。我知道啊，有很多人呢非常关心阿根廷。咱们这个栏目啊，隔一段时间啊，就介绍一次阿根廷的现状。这个阿根廷啊，为什么大家都很关心它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这是我个人认为啊。首先一个就是阿根廷的这个叫电锯革命，阿根廷的这个新担任的总统米莱啊，对吧？他这个电锯革命，他很多主张啊，就是非常让人振奋。阿根廷啊，他这个新总统啊，崇尚这个叫什么？叫自由经济，完全的市场化，并且啊，他说到做到。在他上台1年以后啊，在阿根廷掀起了一场风暴，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啊，亮眼的成绩。但是确实啊，最近啊，这个中文媒体上关于阿根廷的报道少多了。至于这个米莱啊，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李道葵啊，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关于阿根廷的新闻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米莱上台1年半了，他到底干得怎么样呢？阿根廷的经济是好了还是更坏了呢？米莱经济学会成功吗？对咱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咱们先来看几组数据。一是通货膨胀率，米莱上台前，阿根廷当年的累计通胀率是211.4%，创下了34年的新高。现在呢，今年上半年的累计通胀率已经降到了 15.1%， CPI 连续14个月放缓，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展。二是财政收支，要知道阿根廷之前可是一度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米莱上台后通过大幅的精简机构、裁撤公职人员、削减福利开支等等方式，比如说将18个内阁部门砍掉了9个，实现了阿根廷财政14年以来的首次盈余。今年的前6个月财政也是月月盈余。三是 GDP 增速，2024年米莱上台第1年 GDP 增速是负的 1.7%， 到了今年1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8%， 远超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预测今年的阿根廷的经济强劲增长，预计全年增长 5%。 全球知名评级机构穆迪也将阿根廷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连续上调。当然了，不好的一面也有，阿根廷比索大幅度贬值。米莱上台后，美元对阿根廷的比索的汇率从之前的1比360飙升到了1比1300附近，这是因为米莱实行了汇率改革，现在彻底取消了外汇管制，这个造成的。阿根廷的失业率也在飙升，1季度失业率达到了 7.9%， 原因之一是米莱政府大规模的精简机构、裁撤公务人员。另外呢，贫困率也在上升，2024年上半年全国的贫困率高达 52.9%， 这个数字非常令人吃惊，它跟贫困的定义可能有关，后面出现了回落。其实像米莱这样子的休克疗法，之前不少国家也干过，像波兰、玻利维亚都成功了，但是俄罗斯就失败了。现在米莱的经济改革才推进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场人类少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实验，这么大刀阔斧的政策推行，我觉得其中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最重要的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点，就是米莱一方面削减了很多的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另一方面呢，它加强了地方政府的活力，它给地方政府松绑，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更好的为企业服务，企业起来了，那么就业呀、税收啊就会逐步的恢复。当然米莱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比我们大多了，高幅度财政赤字，大量的通货膨胀我们是没有的。那么既然米莱都能够做到，它问题那么多，我们更应该推动我们的改革，让我们的经济尽快的恢复到它应有的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各位，这个经济学家李道葵啊，他说最近米莱很少有报道了，他也说啊，米莱的改革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我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很关心阿根廷呢？不光是说啊，米莱的这个叫自由经济啊，市场经济，它在阿根廷掀起一场风暴，更主要的是啊，第二点就是米莱在阿根廷大刀阔斧啊，就像李道葵教授说的一样，对吧？他裁撤公务员，他解散国有企业。这个米莱说啊，国有企业不能给阿根廷带来经济效益，它只是腐败的巨大仓库，是有权力者的私家花园，是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那这个显然啊，跟加头老师的主张那是完全相反的，跟这个维维老师啊，那对吧，也是背道而驰啊。最主要的，你看
看米莱他还把这个宣传机器给他私有化了，也就是国家不再出钱养这些宣传部门，那这个又得罪了胡一静老师动了胡一静老师的蛋糕。宣传部门如果私有化的话，那胡一静老师退休金不可能这么高。那米莱还有更狠的一招，就是所有的官员对吧，公务员退休以后大家都一样，他从自身开始，就是总统以后这一届干完了，下一届有新总统上来，那原来的总统那就是普通人了，他的待遇对吧，完全就直线下降，跟以前不一样。这个他从自身开刀，也就是米莱的这些做法是不是正好跟咱们当下很多人的所期望的一样？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经济停滞不前，每个韭菜都觉得很累，压力很大，没有房的想买房不敢买，有房的对吧，那资产在缩水，再缩水就暴雷，很多人马上就要失业，大学毕业生一毕业找不到工作等等但是你看上海的豪宅又是日光对吧，各个地方的婆罗门依然是醉生梦死，所以这个在这种背景下对吧，大家都觉得米莱在阿根廷搞的这个电锯革命完全可以借鉴，这个就像李稻葵教授说的一样他米莱的很多做法对吧，启发了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最近阿根廷遇到问题了，这个阿根廷遇到的问题还不小，应该是8月底9月初以来，大概这1个月时间，阿根廷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根廷股市暴跌20%，阿根廷比索9月17日短暂突破1475比索兑1美元的上限。对于阿根廷老百姓来说这1个月阿根廷经历了股汇债三杀，有媒体说阿根廷已经崩溃，米莱接近完蛋，说阿根廷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货币暴跌，债券市场陷入危机，米莱在股市上吹大的巨大泡沫已经破裂，制造业产出也就是实体经济也已崩溃。不能不说在经济方面阿根廷确实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到了一个紧急关头。这个金融时报有篇文章他说阿根廷总统米莱失去了市场，现在只能依靠特朗普政府了。这个金融时报报道不到6个月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就是6个月前贝森特还夸奖米莱总统把阿根廷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这位自由意志主义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多边贷款机构争取到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撑他的政府。如今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一连串失误引发市场恐慌，这个南美国家再次濒临崩溃，特朗普政府又要准备出手援助这位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为遏制阿根廷资产抛售。贝森特周一宣布，特朗普政府已准备好采取必要行动，支持阿根廷，所有稳定方案都摆在桌面上。好巧不巧正好这个昨天不是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这个联合国一个大会嘛，这个特朗普就和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两个人会面了。这个当着记者的面这特朗普说他说我正在做一件我不常做的事情。这特朗普说他不常做的事情也就是特朗普说的他不做赔本的买卖。什么事呢？特朗普说我正在给他一个全面背书，我们刚刚为他背书竞选总统，他指的就是米莱说致阿根廷人民，我们100%支持他，干得漂亮。他像我们一样继承了一个烂摊子，他为修复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好，而且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与他们国家合作，以便他们能获得良好的债务融资，以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的所有必要条件。所以我很荣幸能背书这位总统和阿根廷未来的总统。什么意思就是说通俗一点这个特朗普说他是米莱的以及阿根廷人民的坚强的后盾，对吧？有事找大哥。背书什么意思背书就是以美国为担保，当然这个是我们俗话这么简单理解。实际上这个就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特朗普对阿根廷的重视，以及对米莱这个电锯改革的这种赞赏或者是他跟米莱的私人这种情谊这个你怎么解释都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也凸显阿根廷现在陷入危机，要不然特朗普没有必要这个时候站出来力挺阿根廷。也就是说阿根廷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对吧？这也证明了阿根廷现在叫危机重重。我们假设阿根廷现在节节向上，对吧？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那这时候突然特朗普说我力挺阿根廷，那显得怪怪的。我们接着看这个金融时报他是怎么说的这个金融时报他说他说那么米莱自诩的经济奇迹为何会走到濒临瓦解的地步？这位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鼓吹者为偶像，早期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他的激进紧缩政策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对是100年以来
啊第一次这个国家实现了这个收支平衡，将年通胀率从2024年的4月的289%高峰压至8月的34%。但经济学家指出，米莱犯下一个重大错误，什么错误呢？就过于执着于控制通胀，不惜人为维持比索汇率坚挺，结果抑制了经济增长，推动进口激增，也使阿根廷无法积累足够美元储备偿还巨额外债。这个汇率和进口之间的关系，这个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啊。如果比索啊相当于美元，它高于市场这个汇率的话，那么阿根廷人那肯定要多进口啊，因为那比索之前呢，多进口实际上就多消耗美元，对吧？它外汇也是美元，你买任何东西比索是买不了的，你只能靠美元去买，那你外汇储备的美元就没了。美元一少，阿根廷它有主权债务啊，一个国家的债务是分针，一个是政府借的，一个是企业借的啊。阿根廷不仅是企业借了美元债，不光是借啊，还有这个外汇啊，人家来投资。你比如说中国的企业去阿根廷投资，你到了阿根廷肯定是美元，对吧？阿根廷的这个外汇管理局把美元就结下了，给你换的是比索，对吧？你比索去投资，实际上在阿根廷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那这笔美元实际上也是它的负债。所以你看啊，阿根廷它负债这么多美元，但是这美元又被这个阿根廷进口啊给消耗掉了，那他拿什么钱还呢？所以他主权债务就会有危机。这就是比索的汇率高于这个市场价，也就是米莱过于执着的啊维持这个比索的一个汇率。这就好比这个俄罗斯啊，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俄罗斯它就是人为的维持啊，它央行啊，它要维持卢布的汇率。实际上黑市啊，那个卢布早就贬得一塌糊涂了，对吧？你要在黑市你去换美金，那肯定不是100卢布换1美金了。但是俄罗斯央行规定的恐怕是就是100卢布，所以卢布在升值啊。但是央行它不让你换美金啊，你换得有额度，它不让你换，但是它规定的就是100卢布兑1美元。那这就导致俄罗斯国内的这个企业苦不堪言，大家都有想通过央行换美金的这种冲动。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央行它不让你换，它给你限制了额度。但是阿根廷做不到啊，阿根廷是自由经济，它把央行都已经砍掉了，那你说它就出问题了，就是美元大量的流失。我在这里再讲一下啊，那为了应对这个阿根廷，它现在主权债务出现危机，阿根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信誉，就一旦你这个欠的外债还不上，那你这个整个的评级，对吧？你这国家就违约了。你一旦违约，那个作为国家再去融资，你很难融到，对吧？你也很难拉到像大国这样的企业再去投资，因为你的国家都已经崩溃了，我再去投资，我这钱能拿得回来吗？所以说这个就是外资啊，投资会急剧减少，这是雪上加霜，越渴越迟延。然后他融资，他想借美元，他也借不到，对吧？他想到大国来借人民币，然后去换美元，他也借不到，大国也不敢借给他。你国家已经破产了，跟个企业是一样的啊，他这个融资就融不到，所以他主权的信誉他还不能违约。所以你看啊，今天有个新闻，9月23日，阿根廷政府突然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把大豆出口税从26%直接降到0%，豆油和豆白24.5%的出口税也一并取消。这个啊，它不是降，它这个出口税它不是打折，它直接就没了。那大家也知道，它这是图什么呢？本来收税是吧？政府从这个出口中还收点税，那政府赚点钱。但是现在政府就想说这个税不要了，出口这个税不要了，那就是鼓励阿根廷农民把他的农产品出口。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出口主要是给中国，不用多问啊。这个全球啊最大的农产品的这个市场就在大国，对吧？所以说啊，据说啊，这个已经有10船这个阿根廷的大豆啊，已经专船准备运往大国了。也就是阿根廷政府米莱宁愿啊政府不收这个税了，他也要卖这个农产品，想干什么？换美元呢？他现在能出口啥赶紧出口，不要制造障碍，不要再还想从中赚钱，他就尽量往出卖，这样换回来。这个你想一想，就像那个万达的王老板一样，他这个时候万达只要能卖得出去，他都卖，他还跟你谈什么条件吗？卖掉有钱回来，对吧？把那个现金流把那窟窿给补上，他才不爆雷啊！他一旦爆雷，他就跟那个恒大是一样的，没法救，所以他开始卖他的资产。那个阿根廷做法是一样的，他能卖什么赶紧卖，回来的就是美元，然后他好去还他的这个主权债务。我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咱们继续看这个《金融时报》的文章啊。这个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啊，这个由于这个米莱啊维持比索汇率坚挺，结果它抑制了经济增长，它加剧了进口，对吧？但是出口这块它并没有什么起色，它消耗了外汇，使得阿根廷无法积累足够美元储备啊偿还巨额外债。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太严，却在储备方面准备不足，
导致对政治冲击毫无防备。前阿根廷央行行长、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库阿托迪特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桑德勒里斯说啊，这也就是这个阿根廷的前央行行长说的啊，也就是阿根廷的美元储备不够。9月7日，这场政治冲击到来，米莱所在的自由意志主义政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地方选举中意外惨败。这一地区人口占全国1/3啊，也就是这个布省啊，咱们简称啊，这个布省是阿根廷这个地方选举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最大，人口占1/3。米莱所在的政党啊，在这个布省的选举中惨败，所以这个被视为是10月26日全国中期选举的风向标。那它这个惨败实际上是跟最近啊阿根廷这个经济出现困难有密切关系，但是还有别的关系啊。腐败选举结果打击了本就紧张的市场。此前，米莱的妹妹兼内阁首席幕僚叫卡丽娜陷入腐败丑闻，她与中间党派反对党联盟关系破裂，再加上一连串反复无常的货币政策，包括加息，这些虽然提振了比索，却削弱了经济活力。比索在2周内暴跌近10%，触及4月米莱放松严格外汇管制，争取到200亿美元这个世界银行IMF 贷款后设定的汇率区间的下限。这个选举失利也导致这个经济继续恶化。本地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政府将不得不放弃汇率区间，贬值比索，进一步加剧美元需求，引发货币挤兑。你想想当阿根廷老百姓预期比索要贬值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措施那就是比索换美元呢，狂换，那进一步加剧阿根廷的这个美元的消耗。上周，阿根廷央行3天内耗资11亿美元干预市场，以支持比索。这一轮美元抛售令债券持有人不安，他们担心政府正在耗尽稀缺的硬通货储备，未来可能无法偿还债务，导致债券价格暴跌。你看它这就是螺旋循环了，恐怖螺旋早在7月底 IMF 就已警告，阿根廷的国际储备扣除外汇负债后赤字超过60亿美元，而且未能达到一系列经济目标。也就是这个世界银行已经对这个阿根廷做出了警告了，也就是阿根廷把外债还完之后，它还差60亿美元这个缺口。你简单的说，就是阿根廷要爆雷。选举失利揭开了帷幕，暴露了所有被掩盖问题。前阿根廷国家银行行长、经济学家梅尔科尼安说他指出米莱完全前后矛盾的汇率政策和他对政治共识毫无兴趣。周一，米莱得到贝森特的支持承诺，并将与特朗普见面后安抚了市场，比索反弹6%，阿根廷美元债收益率下跌3.7%。这个收益率和这个债券的这个票面价值是成反比的就是收益率下跌说明那个债值钱了，收益率上升那说明那债不值钱。与此同时，米莱宣布暂时取消阿根廷对农产品出口的大额税收，鼓励出口商抛售库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作物，增强央行获取美元的能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所以经济你要把它想简单一点，你就把它当做万达，对吧？米莱现在就是王老板，对吧？王老板现在他不就是外债还不清吗？只好卖这个万达广场。米莱也是外债还不清，缺美元，那就赶紧就是他现在其他东西想找买家都找不到，大家能理解吗？就是他现在阿根廷有的资产现在想马上变现没那么容易，对吧？你比如说阿根廷有锂矿，你即使有矿，你找人合作谈，那没个半年你都见不到钱，那是远期的变现现在就要钱救命，那就是他的农产品就在库房里面，对吧？只要降价，他这个降价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要税了，他不就降价吗？马上就能换美元，而且有个国家对吧需要大量的农作物，你有多少你只要便宜他都要，所以他有个好的变现市场。他们在止血。本地金融公司研究主管佩尔西奇尼说这表示这些措施或许足以在中期选举前将比索稳定在汇率区间内，避免央行储备进一步消耗。但分析人士警告，美国的援助可能在原有多边贷款之外再注入数十亿美元，也无法解决促使米莱陷入危机的根本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个金融时报说在当前阶段，单靠增加国际官方融资无法解决阿根廷的问题。这个世界银行西半球部负责人叫维尔纳，他说这个人曾经主导2018年阿根廷创纪录的57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认为光靠国际这个融资没办法解决阿根廷的问题，也就是你这个国家融资是有上限的，你不可能无限制借就像万达，你向银行借钱也是有上限
限的，你不是想借多少就能借到多少，就像万科一样，对吧？万科如果向银行借钱没有上限，那他何苦还要跟大股东借呢？对吧？大股东给他借260亿啊，这个就像万达、万科一样，光靠银行借款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提到，可能用于救助阿根廷的美国外汇稳定基金总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但大部分资金无法轻易动用，流动性证券只有220亿美元。这个维尔纳补充说啊，他说除非能组建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支持阿根廷的经济方案，否则美国的融资无法真正稳定阿根廷。这个维尔纳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阿根廷国内政治要稳定。现在米莱所在的那个党派，他本来是个少数派，米莱那个党派因为这个跟这个中间派结盟了，所以取得了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政权，但是现在好像跟中间派现在闹矛盾啊。这个就是这个维尔纳说的，你光靠外界给你输血没有用，你这个阿根廷内部啊还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也就是要稳定。他这个金融时报说啊，他说米莱在地方选举中激进的竞选策略疏远了国会中的温和派反对党盟友，他们转而与左翼僻将主义势力联手，在过去几周通过一系列增加支出的法案，令投资者更加不安。布宜诺斯艾利斯选举惨败后，政府重建联盟的势力陷入停滞，各省强势省长正等待中期选举后再展开谈判。经济学家科塔尼曾在米莱政府前6个月担任经济部长，叫卡普托的副手，后因汇率政策分歧离职。他表示只有在政府同时实施协调一致的汇率和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美国援助才会有帮助。他指出，这些措施包括放开比索汇率、制定外汇储备积累计划、控制利率，实际上就是还是外汇政策啊。一个就是你不能老想着稳定这个比索的汇率，第二个你还得想办法多攒美元，也就是多攒外汇啊，控制比索的利率，不能老是加息啊。他还说，我预计美国财政部会将这些作为援助阿根廷的硬性前提，否则不会放出哪怕1美元。也就是特朗普、贝森特就是要援助阿根廷的话，他也会有前提的，要米莱要做到哪几点。咱们说这个阿根廷它有什么债务问题呢？就是阿根廷要在2026年上半年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 IMF 啊偿还100亿美元的债务。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它一共是1640亿美元的全球未偿还债务，这个结果阿根廷一家就占了35%。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自1958年以来，阿根廷已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次贷款援助。那现在美国啊跳出来说要做阿根廷的坚强后盾，那这个 IMF 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那当然是表示欢迎的。在这里我再谈谈我对阿根廷米莱的这个电锯改革啊，阿根廷目前遇到的问题，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就是阿根廷为什么会遇到目前这个现状，就是本来啊稳中向好，这个势头还不错，突然形势急转直下。我认为啊，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经济它是个周期性的，对吧？它往上走着就到头，它就弯下来，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啊。经济方面原因呢，它更多的是实际上是反映的是一个信心，对吧？也就是阿根廷老百姓、阿根廷国家以及这个外资对阿根廷的信心。那阿根廷这个信心又来自哪儿呢？实际上又来自于米莱的改革，对吧？米莱的改革，所以他们是互相影响。这个米莱的改革，让阿根廷老百姓有了信心，让外资也看到了希望，所以他们就逐渐加大对阿根廷的。那米莱的这个改革，米莱的这个或者叫势能嘛，它来自哪儿呢？来自米莱的这些反腐措施，对吧？它削减这个国家的支出，对吧？它让国家的层面收支平衡，但是恰恰这个又得罪了阿根廷的既有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对吧？这种改革它一定会遇到阻力，遇到阻力会导致个什么呢？导致你这个作为阿根廷改革的一个领导人米莱，你就不能有瑕疵，你必须是个完人，你只要有一点瑕疵，那反对派就要从这儿打开缺口进行攻击。那这个瑕疵是什么呢？恰恰是腐败。这个米莱上台对吧？他这个口号因为他是个小党派米莱能上台能当总统，就是因为他上台之前不仅是他的这个自由经济，更主要是他反腐败。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就阿根廷前年的时候，对吧？米莱高喊反腐败，那有多少人支持他？因为阿根廷民不聊生，对吧？国家在崩溃的边缘，大家都对这个腐败的政府无能的政府非常的这个深恶痛绝，所以米莱他一高呼反腐败，那大家支持他人就多了。按照咱们的说法
对吧？那你高举反腐败的大旗上台的，结果你被发现有腐败行为，那你当然就会被叫反噬，对吧？你的人设就垮了。而恰恰米莱就在腐败这儿出了问题。根据这个彭博社报道啊，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反对率啊连续3个月上升，9月达到新高。这一切啊都与他妹妹腐败丑闻密切相关。这个8月初啊曝光的这个就是医疗机构的贿赂丑闻呢，好像就是一些国外的医疗机构也要进入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大概是集采吧，我们就这么理解啊。然后他呢这个医疗机构啊，据说给米莱的妹妹叫卡丽娜贿赂了啊，为了能够他们的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阿根廷的这个集采，大概这意思啊。关键是人家那个贿赂的那一方好像是被检举揭发了啊，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虽然米莱和他妹妹卡丽娜啊极力否认，他不承认，但是这个事情不管有还是没有，这个在阿根廷啊，因为你是以反腐败上的台，结果老百姓认为你居然跟你妹妹在搞腐败，这你说人设这不就崩塌了吗？这不就翻车了吗？老百姓不信任。有人就说了，那他把他妹妹卡丽娜做切割不就完了吗？是他妹妹这个贪腐，跟米莱没关系，对不对？这还不行，因为啊，米莱这次选举成功，他妹妹是主要功臣，就他妹妹是那个幕后的人，米莱只是在前台啊表演的，他妹妹啊就是在阿根廷国内左右联合，合纵连横呢。他妹妹当这个总统府的幕僚长，是米莱团队的核心人物，跟他妹妹切割，相当于自己米莱啊把自己大腿给切掉了。所以说米莱兄妹啊一再称啊，这是对手啊因为中期选举出于政治目的，对吧？这个污蔑。根据这个民意调查机构啊为彭博新闻进行了叫拉美脉动调查，53.7%的阿根廷人表示不支持米莱，支持率为42.3%。但是最近一次民意调查啊，米莱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字头了，只有30%几。这个米莱的妹妹卡琳娜啊是米莱团队的组织协调人，是总统府的总管。米莱说啊，我妹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个米莱的妹妹啊是卷进了一个大型医药公司，负责为残疾人群提供药品和服务，在国家的招标过程中就给政府进行了回扣，其中就包括他妹妹卡琳娜，大约拿了3%啊，这是媒体报道的啊。那米莱折就折在这个3%上面，也就是米莱靠反腐这斗士这个形象上台的，那就被这个反噬了。我看有媒体啊就隶属米莱在政治上这个犯的错误，当然了他自己可能不觉得这是错误啊。第一个是米莱缺乏政治盟友，米莱的党派在国会基础薄弱，未能有效与州长和议员们建立合作关系。第二个说个人恩怨重于政治，米莱专注于解决个人恩怨，甚至拒绝与自己的副总统握手。米莱好像跟副总统之间矛盾也很深啊。米莱对批评者缺乏宽容，他抨击建设性的批评者，使得当政府陷入腐败丑闻时，几乎无人出面为其辩护。也就是米莱容不得批评的声音。米莱高估自己的支持率，他以为自己凭借去年的胜利就可以无所不能，但事实证明没有政治支持，最好的经济计划也难以存活。这个很多经济改革啊失败其实都跟政治有关系，就是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落实不下去，你要如果强行落实下去，那最后就是民不聊生，适得其反。这次惨败让米莱在接下来的7周内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需要在10月26日的中期选举前努力扭转局面。好消息是米莱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他表示将纠正所有错误，并停止对政敌进行人身攻击。他需要重建他的执政联盟，并与那些认同其经济改革的人合作，避免更多的立法失败。这场选举也让什么庇隆主义的叫基西洛夫省长成为2027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这提醒着投资者，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经济风险依然存在。最终啊，米莱要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自己。这是米莱啊上台以来啊这个遭遇的又一个叫危险时刻，或者叫至暗时刻啊，因为这是一个
恐怖螺旋。你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你认为啊，米莱在2026年中期选举失败的话啊，就是接下来的啊10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要失败的话，你还会继续投资吗？对吧？你不仅不想投资，你恐怕还想把投资撤回，至少是观望。如果你觉得啊，2027年这个米莱要下台，又上了一个民粹主义者，那你就更得要，对吧？他整个叫变天了，所以导致大家观望。除非米莱啊又再一次啊凝聚人心，让大家看到希望。这个不仅需要美国，对吧？大力支持，还有某些国家支持啊。实际上啊，作为债权人啊，大家也知道，大国跟阿根廷肯定有很多债务，有很多投资的。所以说，大国和美国，还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还有其他国家，实际上是不希望阿根廷乱，希望阿根廷稳。就好比啊，你是万达的债权人，对吧？你是泰蒙，你是腾讯，你在万达投了很多钱，你当然希望万达能撑下去啊，你不希望万达黄啊、暴雷啊。万达一暴雷，他们的投资就打了水漂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国、美国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也不希望阿根廷出现大的骚乱。那这是对阿根廷来说啊，相对是有利的外部环境。那现在就需要看米莱他怎么作为一个小党派，对吧？他怎么整合阿根廷内部这个四分五裂的这种局面，能争取到更多的人支持，而且还要得洁身自好啊。米莱的理念啊，虽然在理论上得到普遍认可，但就是咱们常说的啊，阿根廷那片土壤到底适合不适合，这还是要经受考验。阿根廷这片土壤跟随他的理念，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啊，一个国家真正的步入文明和市场化道路，也就是在历史的关键这个时刻啊，紧要关头，不仅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逐渐步入文明的社会架构，更源于啊这个国家整体观念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这个国家命运发生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得看这个国家整体观念和水平有没有提升。盐碱地啊，你就是出个伟大人物也不行，最后有可能变成希特勒或者是普京或者斯大林式的人物。阿根廷如此，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对吧？我们都希望啊，在紧要关头会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但这个是事实上啊，伟大人物只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历史上有那个北宋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是个伟大的人物，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他的理想、治国理念，还有他的这个道德情操啊，无懈可击。但是他的变法以失败告终。最近咱们聊的《红楼梦》，对吧？你看贾政啊，外放江西粮道，贾政一上任，马上就要，对吧？整顿吏治。以前你们搞的那些腐败行为，一概啊都要要杜绝。贾政呢，立志做个好官，结果呢，差点把贾家都搞破产，而且怨声载道，对吧？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他身上，老百姓还不念他好啊。最后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啊，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但这个怎么说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